嘛是救人的场面，因为无注意到停电通知，爸仔囝含车做伙掉伫咧停车场的新港平台。家己这老爸早起时，赶紧要载查某囝去读册，伊袂记得讲台电有公告会停电，拄啊好甲车驶去咧停车场的新港平台，车要乘起的时，拄啊好停电，爸仔囝两个人拢掉伫内底，迄当时进无步退无路，消防人员接到报案3步做2步，赶紧来救人。出得来吗？过来，消防人员徛伫咧机械室的停车场顶的新港推的铁门吊伫中央，为下骹看，哎哟，乃有一台银色的轿车，顶的搁坐一对爸仔囝，无法度出来。查某囡仔一步一步爬起来，爸爸甲消防员合作，真无简单，才爬出来。刷落换爸爸嘛爬起来，一直驶倒车。来，叔叔抱你来，叔叔抱你。我来，没事的啊。代志发生伫家己10号早起透早，爸爸带8岁查某囝赶要出门上课，想袂到驶车摔掉伫咧新港推内底，赶紧找人来斗相共。是安怎会发生这种代志？看卖啊公告才知影，原来是停电啦。那邻居是说，因为这对父女她因为去取车的时候，然后突然间因为停电，所以她的机械停车场所以卡住了，卡在半空中。台电网站的公告写甲真清楚，8月7日早起8点半到11点半，为着地下供线工程暂时停电。不过迄当阵，这个爸爸袂记得有这个公告，驶车出门才会掉伫电梯内底。好佳在2个人救出来了后，拢敢若惊到无受伤。消防人员嘛，呼吁对停电的公告拢有打出来，请民众一定要看好斟酌，才袂发生意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